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家家講故事。52歲嘅我陪老公白手起家30年，佢身家過億之後轉身娶咗25歲後生秘書，我默默簽低離婚協議之後離開。3日後公司股東大會上，後生秘書突然企起身嗌我一聲阿媽。我52歲嗰年，老公將一份離婚協議擺喺我面前，話佢想重新開始人生。佢話陪佢捱苦30年嘅女人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。佢話25歲嘅秘書先至係佢而家想要嘅未來，而我只係得低頭簽低個名，然後執好行李離開咗嗰個住咗20年嘅屋企。嗰晚林正峰冇諗到我唔係輸咗，我係終於等到了離開嘅機會。窗外落住微雨，台上杯咖啡已經凍咗半個鐘。林正峰坐喺我對面，手指不停敲住台面，嗰個係佢緊張時嘅小動作。30年之前，佢第一次揾投資失敗，都係咁敲台。嗰陣時我哋住喺唔夠40平方米嘅出租屋入面，佢攬住一堆商業計劃書坐喺地板上面，一次一次咁修改。我記得佢講過一句說話：沈南，等公司做起身，我一定會俾你過好日子。嗰陣時嘅佢眼裏面有光，而家嘅佢眼裏面都有光，只係嗰束光已經照向咗第二個人。協議你睇下。林正峰將文件推前咗少少，間屋會俾你，公司股份我會按約定處理。佢講得好平靜，好似安排一個合作結束之後嘅項目交接咁。我耷低頭揭開協議，第一頁、第二頁、第3頁，每一個字我都睇得好認真，唔係因為唔捨得，而係因為我想確認佢到底忘記咗幾多，忘記咗當年公司最困難嘅時候係邊個陪佢跑咗100幾十個客戶，忘記咗佢第一次簽到大訂單嗰陣係邊個喺醫院陪住發燒嘅細路，同時幫佢整理合約，忘記咗佢創業失敗欠落巨額債務嗰陣係邊個賣咗自己嘅首飾，替佢撐過最難捱嘅一年。當然，人成功咗之後總容易重新解釋過去。佢話嗰啲都係夫妻共同經歷，可喺佢嘅記憶入面，後來慢慢變咗做我當年一個人捱出嚟嘅。我合埋協議，你想好咗？林正峰望住我，想好咗。佢話沈南，我哋都唔係後生啦，人生後半段，我想為自己活一次。我笑咗一下，為自己活。佢皺眉，你咩意思？冇咩意思。我端起已經凍咗嘅咖啡飲咗一啖，苦到飛起，就好似呢段婚姻最後幾年。林正峰望住我嘅反應，似乎有啲意外。佢大概以為我會喊，會質問，會好似電視劇入面嘅女人咁抓住佢件衫問點解。可係冇，因為有啲嘢唔係今日先結束嘅。早喺佢第一次帶住嗰個後生秘書參加公司晚宴，卻介紹佢做最明我嘅人嗰陣，就已經結束咗一半。周晚晴，嗰個25歲嘅女仔，後生靚女醒目，佢企喺人群入面，成日都笑得恰到好處。佢知道幾時遞酒，知道幾時提醒林正峰發言，知道所有人中意聽咩。公司入面好多後生員工私下講，林總同蘇秘書企埋一齊先似成功人士，冇人講林總同沈總夫人企埋一齊先似一個白手起家嘅夫妻。因為大家慣咗鮮花圍繞成功者，卻忘記咗成功之前腳下面踩過幾多泥。你有冇咩想問？林正峰突然開口。我抬頭問咩？佢沉默咗一陣。晚晴，我望住佢，原來佢都係想解釋，佢唔係你想象中咁樣。呢句係好多男人講出口嗰陣都以為自己好有說服力嘅說話，我聽過太多次。佢只係工作夥伴，佢只係後生懂事，佢只係明我。可一個人真正變心嘅時候，從來唔會突然發生。佢似牆上面嘅裂縫，第一日睇唔到，第二年先發現成幅牆已經開始鬆郁。佢知道你後生時候嘅夢想。林正峰細聲講，佢明而家嘅商業環境，佢陪我討論未來。我點下頭，幾好。佢呆住，你唔嬲？我望住呢個陪我由一無所有走到今日嘅男人，突然覺得好陌生。林正峰，你知唔知一個女人最難過嘅時候，唔係老公中意咗第二個，係佢發現嗰個曾經最明自己嘅人，
已經完全唔認得自己啦。房入面靜晒，佢擘大個嘴，卻冇出聲。手機突然着咗一下，屏幕上面出現一條訊息：寄件人蘇曼晴，得短短幾個字：正風，我準備好啦。林正峰飛快撳熄手機，可已經遲咗。我睇到咗，唔係內容，而係佢嘅反應。一個人面對真相時嘅慌亂，往往比真相本身更明顯。我拎起筆喺協議最後一頁簽低個名，沈嵐兩個字寫得好穩。林正峰望住我嘅簽名，有啲唔敢信。你真係簽？冇條件，冇想爭取咩？我放低筆，我爭取過，只係用咗30年。佢怔喺度，我起身，將台上面嗰條舊鎖匙放喺佢面前。嗰條鎖匙已經用咗20幾年，上面掛住一個褪咗色嘅細木牌，係公司啱啱成立嗰陣我親手刻嘅。家兩個字。林正峰望咗一眼，神情有一瞬間嘅複雜，可好快恢復平靜。你第日會明呢個係最好嘅選擇。我冇答佢，因為有啲說話講出嚟就冇意思啦。我拖住行李篋行出別墅，雨落在膊頭上面，冇想象中嘅痛苦，反而有一種久違嘅輕鬆。司機幫我開門，沈女士去邊？我望住遠處燈火，諗咗一陣。30年之前，我從呢度開始，而家送我返我自己嘅地方，車慢慢離開，冇人知道。就喺3個鐘之後，林正峰收到咗一份公司內部文件，嗰份文件來自30年之前，上面記錄住公司成立最初嘅股權安排，而文件最後一頁有一個佢從未認真睇過嘅名：沈嵐。3日後，公司股東大會，所有人都會知道。嗰個被佢哋認為已經退出人生舞台嘅女人，其實一直企喺呢間公司最核心嘅位置。而嗰個25歲嘅秘書，都會喺所有人嘅注視之下，帶出一句令成個會議室靜晒嘅說話：啱嗎？沈嵐離開嘅第2日，關於佢同林正峰離婚嘅消息，已經傳遍成間公司。有人話佢輸咗，有人話男人有錢之後，身邊嘅人自然會變。仲有人話陪男人捱苦嘅女人，最終都未必可以陪男人享福。呢啲說話佢聽到晒，但佢冇解釋，因為一個人如果已經決定離開，就唔會再花力氣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。清晨6點，沈嵐準時醒咗。30年嚟，佢一直有呢個習慣，唔理前一日幾攰，第2日6點都會起身。以前呢個時間，佢會先去廚房準備早餐，然後提醒林正峰今日幾點開會，邊份文件要提前睇。後來公司越嚟越大，屋企廚房越嚟越靚，可佢做早餐嘅次數就越嚟越少。唔係因為唔想做，而係因為嗰個坐喺飯台前面嘅人已經好少抬頭望佢。沈嵐坐喺出租屋嘅細陽台上面，幫一盆綠蘿淋水。呢個係佢搬出嚟時唯一帶走嘅嘢。朋友問佢：咁大間別墅，你咩都唔要？佢話間屋太大，養一盆花都揾唔到合適嘅位。朋友聽完笑咗：你呢個人到幾時都嘴硬。沈嵐都笑，佢確實嘴硬。後生嗰陣，林正峰創業失敗，佢每日安慰佢話冇事，公司周轉唔到，佢話仲撐得住。細路病咗入院，佢一個人喺醫院守咗成個禮拜，都只係同林正峰講：你專心搞公司先，因為佢知道佢嗰個時候需要向前衝。可佢冇諗到，一個人衝得太耐，會忘記身後邊個喺度陪佢。上晝10點，沈嵐去咗附近街市。佢以前好少去呢種地方，唔係唔識買餸，而係每日嘅時間都被公司塞滿。賣菜嘅阿姐望住佢企喺度揀番茄，笑住問：第一次嚟？沈嵐擰咗一下，咁明顯？明顯。阿姐拎起一個番茄遞俾佢：你哋呢種住大屋嘅人，買菜都唔知點揀。沈嵐笑咗：我以前都唔係住大屋嘅人，以前啊，我比仲窮過你哋。呢句說話講出口嗰陣，佢自己都有啲意外，因為過去好多年，佢已經習慣人哋叫佢林太。可今日開始，佢重新只係沈嵐，一個普通女人。中午，佢接到老朋友陳叔嘅電話。陳叔係公司最早嘅一批員工，亦都係唯一一個敢喺林正峰面前提過去嘅人。沈嵐，你真係走咗？
電話嗰頭聲線好低。點解？佢沉默咗一陣，因為有啲地方住耐咗就唔係屋企啦。陳叔嘆咗一口氣，林總佢幾好。沈南，陳叔打斷佢，你唔使幫佢講說話。佢冇答，因為陳叔講得啱，佢確實習慣幫林正峰講說話。30年啦，習慣唔係一日形成，亦都唔係一日可以改得甩。公司而家點？佢問。電話嗰邊停頓咗一下，都仲可以。呢個都仲可以。沈南聽得明，真正了解一間公司嘅人，永遠知道一句都仲可以後面收埋幾多問題。蘇曼晴呢？陳叔問。沈南揸住電話隻手停咗一下，佢幾好。你知唔知佢係邊個？呢句說話令沈南沉默。窗外有人經過，細路追住氣球跑，老人家坐喺樓下曬太陽。呢個普通嘅屋苑，比佢過去住嘅豪宅更有生活聲氣。陳叔，有啲嘢應該知道嘅時候，自然會知道。陳叔冇繼續問，因為佢知道沈南呢個女人後生嗰陣就係咁，越重要嘅事越唔會提早講。下晝，林氏集團總部，林正峰企喺辦公室落地窗前，望住城市。秘書辦公室入面，蘇曼晴正在整理資料。佢今日着咗一件簡單嘅白恤衫，冇貴重首飾，亦都冇刻意表現親密。呢樣嘢令林正峰好滿意。曼晴，委屈你。蘇曼晴抬頭，點解咁講？跟住我可能會面對好多壓力。佢笑咗一下，我唔驚。林正峰望住佢，呢一刻佢覺得自己終於遇到一個明自己嘅女人，唔似沈南，唔會管佢，唔會提醒佢，唔會話佢知邊度錯咗。可佢唔知道，有啲人令你舒服，係因為佢冇真正參與過你嘅風雨；而有啲人令你唔舒服，係因為佢曾經替你擋過風雨。夜晚，林正峰返到屋企，曾經熟悉嘅客廳突然變得好空。台上面冇沈南放好嘅茶，梳化上面冇佢睇文件留低嘅眼鏡，廚房入面都冇嗰盞每晚都會着嘅細燈。佢企喺度好耐，然後拎起手機，想發一句訊息，最後又放低。佢話俾自己聽，呢個係新嘅開始。可佢冇發現，台角嗰個舊木盒入面，仲放住沈南30年前寫低嘅一句說話：如果有一日佢忘記咗我，希望佢至少唔好忘記自己點解可以走到今日。3日後，股東大會即將召開，所有人都以為嗰一日係林正峰同蘇曼晴正式開啟新時代嘅日子。冇人知道，真正改變所有人命運嘅人正安靜等待。林正峰以為沈南離開之後，一切都會變得簡單，冇人再提醒佢公司邊個項目有風險。冇人再喺佢衝動決定之前問一句：你確定？佢覺得呢啲聲音消失之後，自己終於可以真正做返一個成功男人。但佢唔知道，有一種沉默唔代表放棄，而係一個人開始重新整理棋盤。離開林家第3日，沈南坐喺一間舊咖啡店入面。呢間店開咗10幾年，裝修唔新，咖啡亦都唔算特別好飲。但以前創業最困難嗰幾年，佢同林正峰成日嚟呢度，嗰陣兩個人最窮，一杯咖啡要坐足2個鐘，因為唔捨得再點第二杯。老闆見到佢，一眼就認出嚟，沈小姐。沈南擰咗一下，你仲記得我？老闆笑，點會唔記得？以前你同你先生成日坐窗邊，嗰陣你先生日日講公司一定會成功。沈南望住窗外，係啊，佢以前好相信呢句話。老闆嘆咗口氣。而家真係成功咗。沈南輕輕點頭，係成功咗。只不過有時一個人成功之後，最容易忘記嘅就係自己最初點解出發。咖啡送上嚟，沈南冇飲。佢打開手袋，裏面放住一個舊文件袋。文件袋已經有啲發黃，但保存得非常完整。裏面唔係離婚協議，亦都唔係財產證明，而係30年前公司成立第一日簽落嘅一份內部文件。當年林正峰忙住註冊公司，忙住揾客戶，忙住處理所有外面嘅事，所以好多細節都係沈南負責，包括公司最初嘅股權架構，包括未來風險安排，亦包括一份所有創始成員都簽過名嘅協議。但後來公司越做越大，所有人只記得林正峰係老闆，
漸漸冇人再提起當初。沈南望住文件最後一頁，上面有林正峰嘅簽名，亦有自己嘅簽名。佢伸手輕輕摸過，30年，原來真係可以改變好多嘢，包括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嘅態度。下晝，陳叔嚟到咖啡店，一坐低就忍唔住問：你到底想做咩？沈南幫佢斟茶，我冇想做咩。陳叔皺眉：你唔好呃我認識你30年，你如果真係心灰意冷，唔會坐喺呢度。沈南笑咗一下：陳叔，你老啦。陳叔瞪眼：我老，但我未糊塗。當年公司差啲執笠，你一個女人頂住所有壓力，林總而家敢話自己一個人成功。沈南低頭：唔好講呢啲。點解？因為過去已經過去。陳叔沉默，佢突然發現眼前呢個女人同3日前完全唔一樣。以前嘅沈南會為林正峰解釋，會幫公司處理問題，會將所有責任攬晒上身，但而家佢好平靜，平靜到令人有啲不安。你係咪早就知道？陳叔突然問。沈南冇回答。陳叔繼續：知道林正峰會離開你，知道蘇曼晴會出現。咖啡店入面靜落嚟，過咗幾秒，沈南先開口：有啲事唔係知道，係感覺。3個月前，沈南已經發現林正峰開始改變，佢手機密碼換咗，公司重要會議唔再叫佢參加，甚至連以前習慣問佢意見嘅事都開始自己決定。最明顯一次係公司一個重大投資項目，沈南睇完資料之後提醒林正峰，呢個項目風險太高，如果失敗會影響現金流。但林正峰只係淡淡講：你太保守，時代變咗，以前靠經驗，而家靠年輕人。嗰一刻，沈南突然明白，林正峰唔係覺得佢錯，而係覺得佢老，所以佢冇再爭，因為有啲人只有真正失去之後，先會知道曾經擁有過咩。咁蘇曼晴呢？陳叔問。你點睇佢？沈南望住窗外，好耐之後先講：佢唔係我最大嘅問題。陳叔拎住，咩意思？沈南收起文件：以後你會知道，而家我只需要等。夜晚，林正峰收到一封電郵，發件人係公司內部資料系統，標題係關於創始時期股權資料重新確認通知。林正峰打開之後，第一眼見到嘅係沈南2個字，佢眉頭皺起，點解會有呢份嘢？蘇曼晴企喺旁邊接過文件睇，臉色慢慢變咗。林總，呢份協議好似一直都存在。林正峰冷笑：存在又點？以前嘅嘢唔代表現在。蘇曼晴冇出聲，但佢望住文件嘅眼神明顯多咗一份複雜，因為佢知道有啲被隱藏多年嘅事就快浮出水面。而沈南離開之前留低嘅，唔只係一個空蕩蕩嘅屋企，仲有一盤所有人都未開始真正落子嘅棋。沈南搬出嚟之後，第一次覺得日子變得簡單。以前每日醒嚟，腦入面第一個念頭就係林正峰今日有邊個會議，公司現金流夠唔夠，客戶會唔會突然改變決定。而家佢醒嚟之後，只需要問自己一句：今日想食咩早餐？呢個問題聽落好普通，但對於一個30年冇為自己生活過嘅女人嚟講，已經係一種重新開始。朝早8點，沈南拎住環保袋落樓買早餐，樓下早餐店老闆娘見到佢，笑住問：靚姐，今日又係豆漿油炸鬼？沈南點頭：老闆娘遞過早餐：你一個人住？係啊，一個人好唔好？沈南停咗一下，然後笑：暫時幾好。老闆娘望住佢：女人啊，有時唔一定要有人陪先叫生活，自己食得開心，瞓得安樂，都係福氣。沈南聽完忍唔住笑，呢啲街坊說話冇大道理，但偏偏最入心。返到屋企，沈南開始整理舊物，一個紙箱，一本舊相簿，幾張已經發黃嘅照片。第一張係30年前，佢同林正峰第一次租辦公室，2個人坐喺空蕩蕩嘅房入面，連張似樣嘅寫字台都買唔起。林正峰笑得好開心：沈南，遲早有一日我會俾你坐喺最高級嘅辦公室。相片後面仲寫住一句：未來一定會好。沈南望住嗰幾個字輕輕嘆氣，未來確實變好咗，只不過陪佢走到未來嗰個人，已經唔再係當初嗰個人。下晝，沈南正準備煮飯，門鐘突然響，
佢打開門，見到一個後生女人企喺門口，白色恤衫，長頭髮，手入面拎住一個文件袋。蘇曼晴、沈南靜靜望住佢，蘇曼晴亦望住沈南。兩個女人第一次真正面對面，一個52歲，一個25歲，中間隔住27年，亦隔住一個男人。沈女士，蘇曼晴先開口，聲線比想象中平靜。我可唔可以入嚟坐陣？沈南側身，入嚟啦。屋企唔大，但收拾得好整齊。蘇曼晴坐低之後望住周圍，眼神裏面有一絲複雜。你住呢度？關唔關？沈南斟茶，地方細，但幾舒服。蘇曼晴低頭，好似想講啲咩，但又唔知點開口。最後佢將文件袋放喺台面。我今日嚟唔係想同你炫耀。沈南望住佢，我知道。蘇曼晴拎住，你知道。沈南淡淡講，如果一個人真係想炫耀，佢唔會一個人上門。蘇曼晴沉默，過咗一陣佢問，你憎我嗎？空氣突然靜落嚟。呢個問題如果係1個月前，沈南可能答唔出，但而家佢已經想清楚。我以前可能會，但而家唔會。蘇曼晴抬頭，點解？因為我發現一個男人離開一個女人，真正嘅原因從來唔係第三個人，第三個人只係令問題浮面，但唔係製造問題。蘇曼晴聽完，眼神明顯變咗，你同我想象中唔一樣。沈南笑，你想象中嘅我係點？蘇曼晴猶豫，一個會鬧我、會逼我走、會憎我嘅人。沈南望住窗外，如果鬧你可以留住一個心已經走咗嘅人，呢個世界就唔會有離婚。蘇曼晴低頭，手指慢慢收緊。沈女士，其實佢啱想講，電話突然響起，係林正峰打嚟。蘇曼晴望住手機冇即刻接，沈南見到呢個細節但冇問。幾秒之後，蘇曼晴接起電話，喂，電話另一邊林正峰聲線明顯有啲急，曼晴，你去咗邊？我有事處理，你唔好亂走。蘇曼晴望住沈南輕聲講，我知道。收線之後，屋入面再次安靜。沈南問，佢緊張你？蘇曼晴笑咗一下，可能啦，但嗰個笑唔似開心，反而似一種無奈。臨走之前，蘇曼晴突然停低，擰轉身望住沈南，沈女士，如果有一日所有人誤會你，你會解釋嗎？沈南想都冇想，唔會。點解？因為真相唔係靠解釋贏返嚟。蘇曼晴望住佢，好耐之後輕輕點頭，然後離開。門關上，沈南坐反梳化，望住台面留低嘅文件袋，佢冇打開，因為佢知道裏面嘅嘢會改變之後所有事情。另一邊，林氏集團會議室，林正峰正在大發脾氣。點解股東突然要求重新審核早期資料？冇人敢答，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公司入面有一件事，30年嚟從來冇人敢真正提起，而嗰個被認為已經離開嘅人，沈南，好似一步一步重新走返所有人嘅視線入面。林正峰56歲生日嗰日，公司準備咗一場盛大慶祝，所有人都話林總終於迎來人生最高峰，身價過億，集團上市，後生秘書陪伴左右，所有人都覺得呢個男人贏晒，但冇人知道一間公司最危險嘅時候，往往唔係失敗嗰陣，而係所有人都以為成功已經穩晒嗰陣。股東會議室裏面氣氛比平時沉重，幾位老股東坐喺桌邊，面前擺住一份份文件。林正峰推門入嚟，面色明顯唔好。各位今日咁急召開會議係咩意思？坐喺最前面嘅陳叔望住佢，冇以前嗰種客氣。林總，我哋想重新確認一啲公司早期資料。林正峰皺眉，早期資料，公司而家發展得好好，有咩問題？陳叔冇即刻回答，只係將一份文件推過去，你睇下呢份。林正峰低頭，當佢見到文件第一頁嗰幾個字，表情變咗。創始人內部協議，呢份嘢點解會出現？陳叔望住佢，因為佢一直都存在，只不過以前冇人覺得需要打開。林正峰沉默，會議室裏面其他股東開始低聲討論，有人講其實當年公司成立，沈女士參與程度好高，唔止係家屬身份，好多關鍵決定都係佢提出。林正峰面色越來越難睇，你哋今日開會係想講沈南？
陳叔望住佢，唔係想講沈南，係想講公司。呢句話令林正峰擰咗一下，因為過去幾年佢一直將沈南同公司分開，覺得沈南只係老婆，唔係事業夥伴。但今日所有人開始提醒佢，有啲關係唔係因為冇人提就代表唔存在。會議繼續，財務負責人打開報告，最近3個項目出現資金壓力，原本預計嘅風險控制比預期差。林正峰皺眉，點解之前冇人講？會議室一片安靜，最後有人細聲講：以前沈女士會提前提醒，好多風險問題佢會先發現。林正峰手指慢慢收緊，所以你哋意思係公司離開佢就唔得？冇人敢答，但沉默已經代表答案。另一邊，沈南正在屋企整理花盆，手機響起，係一個以前合作過嘅客戶。沈女士，好耐冇聯絡。沈南笑，係啊，最近好嗎？對方停頓一下，其實我想問，你真係完全退出林氏？沈南望住窗台上嘅花，點解咁問？因為最近公司幾個方向好似出現以前你提醒過嘅問題。沈南冇出聲，對方繼續，當年林總成日講你太謹慎，但後來證明你提醒嘅多數都啱。沈南輕輕笑，人老咗記性反而差，容易忘記以前點樣避過風險。收線之後，沈南繼續淋花，好似完全唔關心外面發生咩，但其實佢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林氏而家遇到嘅問題只係開始。夜晚，林正峰一個人留喺辦公室，窗外城市燈火通明。佢打開抽屜，裏面有一本舊筆記，封面已經發黃，係創業初期沈南幫佢整理過嘅資料。第一頁寫住幾個字：不要只看機會，要先睇代價。林正峰望住嗰行字，突然想起好多年前自己第一次準備投資失敗，沈南就係咁同佢講。但當時佢覺得沈南太保守，太驚失敗。後來公司成功之後，佢更加相信自己嘅判斷先係啱。直到今日，佢第一次開始懷疑，到底係自己變強咗，定係有人一直幫自己擋住所有錯誤。夜晚11點，辦公室門打開，蘇曼晴走入嚟。仲未走，林正峰抬頭，眼神有啲攰。你今日去揾沈南？蘇曼晴拎住，你知道？點解去？蘇曼晴冇回答。林正峰盯住佢，你係咪知道啲我唔知道嘅嘢？空氣突然變得緊張。蘇曼晴望住佢，林正峰，你有冇認真了解過沈南？呢句話令林正峰怔住，咩意思？蘇曼晴慢慢講。你一直覺得佢只係陪你生活30年嘅女人，但你冇諗過，如果冇佢，你今日擁有嘅一切仲會唔會存在？林正峰第一次冇辦法立即反駁，因為呢個問題佢答唔出。3日後，股東大會召開，消息已經傳開，所有人都等住睇林正峰點處理。有人支持佢，有人開始動搖。而沈南收到邀請函之後，只係靜靜放喺台面，冇打開。陳叔打電話問你會去嗎？沈南望住窗外，會。點解？佢沉默幾秒，然後講：因為有啲事唔係我要證明自己，而係有人應該知道真相。電話另一邊，陳叔深吸一口氣，30年，呢個女人第一次準備企返去屬於自己嘅位置。股東大會前嗰晚，林氏集團燈火通明，所有部門都喺準備第2日嘅會議資料。但冇人知道真正緊張嘅人唔係員工，而係坐喺最高位置嘅林正峰。因為過去30年，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好似唔再完全掌控呢間公司。辦公室入面，林正峰望住台上一堆文件，全部都同沈南有關。創業初期風險評估、供應商名單、客戶關係記錄，甚至連公司最早幾年點樣避過危機，都有沈南留低嘅痕跡。以前呢啲文件擺喺面前，佢從來冇認真睇過，因為佢覺得沈南做嘅只係輔助工作，而真正做決定嘅人係自己。但而家當所有資料重新擺返出嚟，佢先發現原來好多次所謂嘅好彩，背後都有一個女人提前幫佢準備好退路。林正峰靠住椅背，合埋眼，腦入面突然浮現30年前嘅畫面，公司第一次接到大訂單。佢興奮到成晚瞓唔着，第2日準備簽約，沈南卻攔住佢，唔好急，你再睇一次合約。當時林正峰覺得煩，
客戶都已經答應，仲睇咩？結果最後沈南發現合約入面有一個隱藏風險，幫公司避過一次巨大損失。當時林正峰拍住佢膊頭，笑住講：老婆，你有時真係好煩，但好彩我有你。而家同一句說話突然變得好遙遠。辦公室門打開，蘇曼晴行入嚟，仲未走。林正峰抬頭：你今日見沈南？蘇曼晴停咗一下，你同佢講咗咩？冇講咩？林正峰皺眉：曼晴，你最近好似變咗。蘇曼晴望住佢：變咗？以前你唔會問呢啲。林正峰沉默，因為佢自己都發現以前嘅蘇曼晴會順住佢，會認同佢，會話佢知所有決定都係啱。但最近呢個後生女人開始問問題，開始質疑，甚至開始替沈南講說話。你係咪覺得我錯？林正峰問。蘇曼晴低聲講：我只係覺得你可能從來冇真正了解過佢。呢句話再次令林正峰唔舒服。你到底想講咩？蘇曼晴冇回答，轉身離開。但臨出門之前停低講：林正峰，有時一個人最危險嘅時候，就係佢以為自己已經贏咗。門關上，林正峰一個人坐返原位，第一次覺得蘇曼晴好陌生。第二日，股東大會正式開始，會議室坐滿公司高層。沈南出現嗰一刻，所有人都靜咗幾秒。3日前大家以為佢已經離開，今日佢卻再次坐返喺會議桌前，冇華麗衣服，冇昂貴珠寶，只係一件簡單恤衫，但氣場比以前更平靜。林正峰望住佢，心裏面有一種複雜感覺。你嚟做咩？沈南望住佢，參加會議。你已經離開公司，我知道，但有啲事我需要聽清楚。林正峰冷笑。你覺得自己仲有資格？會議室裏面氣氛一下變動。陳叔皺眉：林總，你唔好忘記，當年公司成立，沈南係創始人之一。林正峰冇回應，因為呢句話佢唔想面對。會議開始，財務負責人匯報最近情況，幾個項目風險逐漸浮現，股東開始提出問題：點解之前風險評估會改變？點解原本穩定嘅客戶關係出現問題？一個接一個問題令林正峰壓力越來越大。最後有人問：如果繼續跟住而家方向發展，公司會唔會出現更大問題？會議室安靜，所有人望住林正峰。以前遇到呢種情況，沈南一定會開口，但今日佢冇，佢只係安靜坐喺度等林正峰自己回答。呢一刻林正峰突然明白，過去30年好多時候唔係自己解決問題，而係有人幫自己提前解決，而佢一直以為嗰啲問題根本唔存在。會議結束之後，林正峰追出去，沈南停低，有事？你早就知道公司會有問題。沈南望住佢，知道又點？你點解唔講？沈南笑咗一下，我講過，但你聽唔入。林正峰啞口無言。沈南繼續，一個人如果已經決定相信自己，別人講幾多都只會變成反對聲音。講完，沈南轉身離開。林正峰企喺原地，第一次覺得離開嘅好似唔係沈南，而係自己。夜晚，蘇曼晴收到一個電話，電話另一邊一個老人聲音傳來：曼晴，你準備好未？蘇曼晴揸緊手機望住窗外，準備好，但我驚。老人沉默幾秒，你驚咩？蘇曼晴輕聲講：我驚30年前嘅真相公開之後，所有人都會知道，其實最對唔住沈南嘅人唔係林正峰。電話另一邊久久沒有聲音。而3日後，股東大會真正開始之前，一個隱藏咗30年嘅秘密終於準備被揭開。股東大會之後，沈南冇即刻返去，佢一個人行咗好耐。城市嘅夜晚依然熱鬧，街邊有人食飯，有人趕住返屋企，有人為生活奔波。而沈南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好多年冇試過咁慢行。以前嘅佢每日時間都排到密密麻麻，上晝見客戶，下晝處理公司文件，夜晚陪林正峰應酬，就連放假都要配合公司安排，好似人生所有時間都圍繞住一個目標，就係幫林正峰成功。但而家佢終於有時間問自己一句：沈南，你自己想要咩？呢個問題佢竟然答唔出。夜晚10點，沈南返到屋企，打開櫃桶，裏面放住一個舊木盒。呢個木盒佢保存咗30年，
從來冇俾任何人打開過，包括林正峰。盒入面有一張舊相片，一封已經泛黃嘅信，仲有一條細小嘅銀手鏈。沈南拎起手鏈，眼神慢慢變得複雜。30年前，佢同林正峰創業最困難嗰段時間，除咗公司壓力，其實仲發生過一件事，一件改變佢一生命運嘅事。但呢件事，佢從來冇同任何人講。當年林正峰成日忙住跑客戶，沈南一個人處理公司大小事務。有一晚，佢喺醫院門口坐咗成晚，手裏面揸住一張檢查報告。嗰一夜雨落得好大，佢一個人坐喺長椅，冇打電話俾任何人，因為佢知道林正峰當時正喺度面對公司生死關頭，佢唔想再增加佢壓力。後來沈南做咗一個決定，一個影響3個人一生嘅決定，而呢個決定直到今日林正峰都唔知道。第二日，沈南約咗陳叔見面。陳叔一見到佢第一句就問：你係咪終於打算講出嚟？沈南望住佢，有啲嘢收埋得太耐。陳叔嘆氣：其實我一直覺得林總遲早會知道。沈南搖頭：未必，有啲真相如果太遲知道，反而會傷害更多人。陳叔沉默，因為佢知道沈南一向如此，後生嗰陣可以為林正峰犧牲，老咗之後仍然會為人哋考慮。你後悔嗎？陳叔突然問。沈南拎住：後悔咩？後悔當年幫佢，後悔嫁俾佢。沈南望住窗外，好耐之後輕輕講：如果重新選擇，我可能會換一種活法，但我唔會後悔遇見佢。陳叔眼眶有啲紅：你真係傻。沈南笑：可能啦，後生嗰陣覺得愛情可以改變一個人，後來先知道愛情改變唔到一個人，最多只係陪一個人走一段路。另一邊，林正峰近幾日狀態越嚟越差，公司裏面嘅壓力，家庭裏面嘅空洞，全部壓住佢。以前佢覺得沈南太囉嗦，太中意管，而家佢竟然開始懷念。有人提醒佢飲水，有人問佢胃痛未，有人喺佢最該傲嘅時候提醒佢唔好忘記自己係邊個。夜晚，林正峰揭開舊相簿，裏面第一張相係創業第一年，沈南坐喺辦公室地板，手上揸住文件，笑得好開心。旁邊嘅林正峰後生，有衝勁，兩個人都相信只要努力，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。林正峰望住相片低聲講：沈南，你到底瞞咗我咩？第二日，蘇曼晴嚟到沈南屋企，呢一次佢冇帶文件，亦冇帶任何解釋，只係帶咗一個細盒。沈南打開門見到佢，冇意外，你終於決定講啦。蘇曼晴身體僵住，你早就知道。沈南望住佢，我唔知道全部，但我知道你接近林正峰唔係為錢。蘇曼晴眼眶慢慢紅咗，沈女士，如果我今日講出嚟，你可能會憎我。沈南搖頭，唔會，因為我想知道你究竟守護咗30年前嘅咩嘢。蘇曼晴打開盒，裏面放住一張舊相片。沈南見到相片嗰一刻，整個人靜咗落嚟。因為相片裏面有一個後生女人，一個後生男人，仲有一個啱啱出世嘅小女嬰，而相片背後寫住一行字：希望有一日佢可以親口叫你一聲媽媽。沈南手指微微顫抖，30年嚟佢一直以為呢個秘密會永遠埋藏，但命運終於將佢推返到所有人面前。而3日後股東大會，蘇曼晴將會企起身，面對所有人，叫出嗰個隱藏咗30年嘅稱呼。股東大會召開前一晚，成個林氏集團都彌漫住一種奇怪嘅氣氛。表面上所有人都仲叫林正峰一聲林總，但私底下每個人心裏面都有自己嘅答案。有人覺得沈南離開之後公司遲早會回復正常，有人覺得林正峰可能真係老咗，開始低估曾經最重要嘅人，而更多人只係等住睇一場戲。因為所有人都知道，聽日嘅股東大會唔單止係公司會議，仲係林正峰人生裏面一場公開審判。雖然冇人會真係咁講，但所有人都明白，一個男人用30年建立起嚟嘅成功，就要面對一個問題：如果當初陪佢走到今日嘅人離開，佢仲剩低幾多真正屬於自己嘅嘢？夜晚，林正峰一個人坐喺辦公室，秘書辦公室嘅燈已經熄咗。以前呢個時間，沈南成日仲未走，
佢會坐喺另一張台前整理公司資料。有時林正峰嫌佢煩，會講：你唔使咩都管，公司有我。而沈南通常只會笑：我唔係管你，我係幫你睇漏咗啲嘢。當時林正峰唔明，覺得呢啲只係女人嘅小心思。而家佢終於知道，有啲人幫你睇住嘅唔係工作，係你人生裏面容易忽略嘅地方。門打開，蘇曼晴行入嚟，仲未走。林正峰抬頭：你今日去見沈南？蘇曼晴點頭：你講咗未？林正峰望住佢：曼晴，你究竟同沈南之間有咩？蘇曼晴沉默，過咗一陣先問：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錯怪咗一個人30年，你會點？林正峰皺眉：咩意思？蘇曼晴望住窗外：冇咩意思，只係問下。林正峰有啲煩躁：你最近講嘢越來越奇怪。蘇曼晴冇反駁，因為佢知道有啲答案唔係靠解釋可以接受。第二朝股東大會，會議室坐滿人，記者雖然冇被邀請，但公司內部所有人都關注住呢場會議。林正峰坐喺主位，西裝筆挺，表情鎮定，恢復返以前嗰個成功企業家嘅樣。旁邊坐住蘇曼晴，有人望住佢哋，心裏面已經默認呢個就係林氏未來嘅組合，後生有能力，有新時代嘅感覺。直到沈南出現，會議室安靜咗幾秒。佢今日冇特別打扮，一件簡單黑色外套，頭髮亦冇刻意整理。但當佢一步一步行入嚟，所有老員工都下意識坐直，因為佢哋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公司最困難嗰陣，每一次重要會議坐喺呢個位上嘅唔止林正峰，仲有沈南。林正峰望住佢，心情複雜：你嚟咗？沈南點頭：冇多餘說話。會議開始。第一個議題係公司未來發展方向。林正峰跟住準備好嘅計劃發言：過去30年公司靠堅持同創新發展，未來我希望加入更多年輕力量。講到呢度，佢望咗一眼蘇曼晴，現場有人點頭，有人沉默。陳叔坐喺後面一直冇出聲，直到財務報告出現，會議室氣氛開始改變。幾個數據令所有人皺眉：投資風險、資金壓力、客戶流失，全部擺晒喺台面。林正峰面色慢慢沉落去，呢啲問題可以解決，公司經驗夠。一個老股東突然開口：林總，以前呢啲問題通常唔會等到今日先出現。林正峰望過去，對方繼續：因為以前有人會提前發言。會議室裏面所有人都知道佢講緊邊個。沈南坐喺位置上一直冇出聲，林正峰忍唔住望向佢：你今日嚟就係想證明自己？沈南望住佢，表情平靜：我今日嚟唔係證明我有幾重要，我只係想證明過去發生過嘅事唔應該俾人隨便改寫。會議室一片安靜，林正峰第一次覺得自己面對嘅唔係一個離婚嘅妻子，而係一個曾經同自己並肩作戰30年嘅夥伴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蘇曼晴突然企起身，所有人都望向佢。林正峰皺眉：曼晴。蘇曼晴冇回應，佢慢慢行到會議桌中央，手裏面揸住一個舊文件袋。今日有一件事我必須公開。林正峰心裏面突然有一種不安：你想做咩？蘇曼晴深吸一口氣，望住沈南，眼裏面有愧疚，有緊張，亦有30年壓住嘅情緒。下一秒，所有人聽到一句完全出乎意料嘅說話：媽！會議室瞬間安靜，安靜到連呼吸聲都聽得到。林正峰成個人僵住：你叫邊個？蘇曼晴擰轉身面對所有股東，眼淚終於流落嚟：我叫沈南，媽媽。呢一刻，所有人都懵咗，包括林正峰，因為佢從來冇諗過，自己以為搶走自己人生嘅後生女人，竟然會叫自己離開嘅妻子一聲阿媽。而沈南只係靜靜望住蘇曼晴，好似等咗30年，終於等到呢一日。股東大會結束之後，沈南冇留低。有人問佢：沈女士，公司以後點算？有人問佢：林總會唔會後悔？甚至有人問：你會唔會重新返林氏？但沈南只係笑，然後講咗一句：有啲地方曾經屬於我，但唔代表我要永遠留喺嗰度。呢句話好多年之後依然有人記得，因為所有人都以為一個女人離開一個成功男人代表失去。但沈南用自己嘅人生證明，有時離開唔係結束，
而係重新開始。一個星期後，林正峰主動約沈南見面，地點係以前創業第一年嗰間舊咖啡店。30年前兩個人第一次討論公司未來就坐喺同一個位置，而家位置冇變，但人已經變咗。林正峰比以前憔悴好多，佢坐低之後沉默咗好耐，最後講對唔住。沈南望住佢冇出聲。林正峰低頭，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可以成功係因為自己夠努力，但後來我先知道原來有一個人一直幫我擋住所有我睇唔到嘅問題。沈南輕輕攪動杯裏面嘅咖啡，你唔需要同我道歉。林正峰拎住，點解？因為30年前嘅你其實係一個值得我陪嘅人，只不過後來你慢慢變成另一個人。林正峰眼神複雜，如果可以重新開始。沈南搖頭，人生冇如果，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選擇之後嘅結果。林正峰沉默，呢一刻佢終於明白沈南真正放低嘅唔係佢，而係過去嗰個一直等待別人認可嘅自己。離開咖啡店之前，林正峰問晚晴。沈南笑咗一下，佢已經唔係細路，佢有自己人生，你應該學識尊重佢。林正峰點頭，第一次冇反駁。之後林氏集團開始重新調整，周晚晴冇成為所謂嘅林太，亦冇接受外界所有猜測，佢選擇離開公司去做自己真正想做嘅事。臨走之前，佢同沈南食咗一餐飯，地點係一家普通茶餐廳。沈南望住滿台點心，忍唔住笑。你以前明明可以去高級餐廳。周晚晴夾起一塊菠蘿包，但我覺得呢度比較似屋企。沈南聽完笑咗。你呢個習慣同我以前好似。周晚晴低頭輕聲講：媽，其實我一直覺得我欠你好多。沈南搖頭，唔欠，我養你唔係為咗等你還。母親做嘅事從來唔係交易。周晚晴眼眶紅咗。30年前沈南失去過好多，但30年後佢終於擁有返一份真正嘅親情，唔係責任，唔係犧牲，而係兩個人真心選擇靠近。後來沈南開咗一家小型諮詢公司，冇豪華辦公室，冇巨大嘅招牌，只有幾個後生員工同一間充滿陽光嘅辦公室。有人問佢52歲重新開始會唔會太遲？沈南笑，52歲剛剛好，因為我終於知道自己想過咩生活。辦公室窗邊，沈南依然養花，依然中意整理舊資料，依然會凌晨泡一杯茶。但不同嘅係，而家所有事情都係因為自己喜歡，唔係因為要成全別人。幾年之後，有人採訪沈南，問佢：如果當年林正峰冇成功，你仲會唔會陪佢？沈南諗咗一陣，然後回答：會。記者有啲意外，點解？沈南望住遠處，因為我愛過當年嗰個努力嘅人，但我唔會再為一個忘記初心嘅人放棄自己。故事講到呢度。好多人可能會問林正峰最後後悔咗未？其實答案已經唔重要，因為一個女人真正贏返自己人生嘅時候，唔係等對方後悔，而係有一日回頭望過去，發現自己已經唔需要嗰個答案。沈南曾經以為自己30年人生都係圍繞一個男人，後來先發現原來嗰啲經歷塑造咗一個更加完整嘅自己。婚姻可以結束，身份可以改變。青春可以過去，但一個人真正擁有嘅嘢永遠係自己走過嘅路，同埋嗰個無論幾多歲都可以重新出發嘅自己。而3日後嗰個股東大會上，後生女人喊出嘅一句阿媽，最終改變嘅唔只係所有人對沈南嘅看法，更改變咗沈南自己。因為從嗰一刻開始，佢唔再係邊個背後嘅女人，佢只係沈南，一個曾經愛過、曾經付出過，亦終於學識愛自己嘅女人。各位聽眾朋友，多謝你聽完呢個故仔。如果你中意家家講故仔，記得幫手撳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，多多留言互動。如果你都有共鳴，歡迎喺評論區同大家分享你嘅故事，家家會繼續為你帶嚟更多好故仔。